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的一日，一般咱若常常听到，感觉小可碍摇碍摇。只是这个字啦，是咱台语常常讲会到的字，这个就是“带”。顶面一个平字边，代表讲这是一款的镜头。这个“带”意思就是无多控制放屎了，像讲带屎，代表无多控制熊熊放屎意思。也毋过伫咧现代，也佫有另外一个较特别的意思，代表讲代志害了了，咱就会讲搭一声带屎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带尿，代表无多控制熊熊放尿出来意思。第二个词带青屎，一般是咧讲囡仔。古早认为囡仔着惊就会引起，也毋过即卖医生认为讲真侪原因会引起这款镜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囡仔熊熊带青屎，老母嘛紧张甲险险啊带尿，该在落尾带去医生看，已经无啥要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带，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